世界万行代，拢伫咱台湾新干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大家好。哇，真香！咱这是倒位？咱这是倒位？六卡乡，六卡乡伫倒位？伫蒜头，蒜头伫倒位？嘉义关。对啦，蒜头毋是伫我厝里啦，吼，蒜头是嘉义关，吼，大家家家户户内面拢有蒜头。但是咱今日来到这是为着什么呢？为着咱头一摆来行出摄影棚，咱就是要探讨什么为基地呢？来，你来看哦，一边叫做永续，一边叫做中流啦。咱遮吼，拢甲我差不多，应该有超过50桶啊，吼。小弟今年50桶啦，吼，大家应该拢差不多甲我同款。咱也已经要开始中流啊，吼。啊嘛要应识，咱今仔日的主题就是要讲中教，吼，谁人来到这？哦，来到这呢，咱就知影，在台湾要进入超高龄的社会，但是咱家己关，咱领先进入了超高龄的社会，要来先行一步，是安怎呢？因为咱台湾啊，其实啊，已经进入了这个情形。2018已经有14%的人65岁以上，吼，小弟啊，9年了后就进入65岁啊，吼，我嘛算讲，啊，煞来要来倒位大，头拄仔吼局长甲我讲，要来永贤村来大，来选船长，吼，可能哦，迄阵是上少年的船长，吼，所以呢，咱台湾一直到2025年。就真正有20%的人口变做65岁以上，真正呢无假包的超高龄的社会。啊，但是咱嘉义关在这部分做了真招文，但是还佫有啥物代志，要互人大家来参考、来探讨。今仔日，所以呢，邀请了执行的单位，还佫有咱专家要来斗阵来探讨。现场的来宾嘛，当然提出来疑问哦，吼。所以我会先小解现场的来宾。头一位，咱嘉义关来播声来准备哦，吼，稍等下哦。嘉义关卫生局局长赵文华赵局长。大家好，我是嘉义关卫生局局长赵文华。哦，第二位，咱社会局局长张翠瑶。各位好，我是社会局局长张翠瑶。哦，那这边就是咱的专家者啦吼。来，咱的嘉义基督教病院的前院长陈成仁陈医师。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陈成仁。第四位，咱在地中正大学成人以及继续教育的教育系的教授陈玉景陈教授。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成人教育系的陈玉景老师，多谢。今仔日咯，咱准备到真招文，吼，头拄仔吼，我听这两位局长来甲我讲，我听了真感动，哦，啊吼，两位学者那事先吼又甲我教，所以现场的这个来宾，茫通放弃这个机会，咱总共有15分的时间，要互大家来发问，哦，现场的人解答，要安怎来做？互政府会当建议，毋那是政府，毋那是地方政府啊，尔中央政府咱也嘛甲建议哦。吼，钱爱搁加开一点啊，还是人爱加找一点啊，还是安怎？首先，咱来看这个新闻带，要甲大家讲，政府到底即马对着2025年的超高龄的社会，事先做了什么代志？咱来知影哦，本来是中照1.0，一年哦。寥寥小小无啥钱，但是这10年以来，咱已经吼中照2.0变做偌侪钱？600亿，600亿做了偌侪代志？咱到底来看中照2.0。今年64岁的美食姐骹手溜了，一个人伫灶骹无用煮食。这顿毋是煮互家己食尔，是煮买30人份，甲社区共餐的时代斗阵食。每一个人拢会老啦，啊，咱若食到70、80岁啊吼，啊，公有人煮互咱食，啊，
美主持也讲，伊虽然退休啊，但是用少年时代服务高龄时代的精神，也是来服务大家。台湾高龄化速度真紧，估计2025年就会加做老人人口20%以上的超高龄社会，速度又要是世界上紧。日本甲老人人口超过50%的所在，号做极限传落。台湾总人口来看，可能2070年就会达到43%。因为你活得久，老人数量会越来越多，但是你生的少，会让老人的比例增加的更快。我们在1950年代初期啊，能够生7个，最近呢生不到1个。人口老化的方向无法度反头，照护需求嘛对咧增加。政府提出长照政策，2016年经费挖50亿，去年超过600亿。因内现主时嘛有超过22万的外籍移工投入国内的看护工课。长期关心老人福利的立法委员吴玉琴认为，世界拢在欠工，台湾受过依赖外籍看护也是问题。现在是几乎都在抢人的大作战，然后因为整个不止台湾缺工，日本那边照顾服务人力也是缺工，好的劳动条件以及好的台湾的一个环境，应该会是吸引他们的一个动力。本来我嘛是想讲有日要退休哦，但是就是感觉讲啊，还佫较好手的，真会当有啥物无爱做一寡工作。台湾面对高龄化，除了爱关心长照的议题，即马医疗进步，时代也通过一摆投入社会服务。现代人为退休到老去，平均会当搁食20到30年。现主时社会上嘛开始有团体有意识咧呼吁政府，老人的政策袂使只有长照。台湾今嘛退休500万人，政府嘛无政策啊，就是长照，所有产品拢叫要品牌年轻化，没有人家在做高龄品牌。刻板印象就认为退休后就是养老，然后休闲，退休后的人生，第三人生，怎么样成为有用，然后成为社会在贡献的人。台湾战后教育开始普及，经济也快速发展。真济这样的人虽讲渐渐有岁啊，不过也是身体健康，而且有丰富的资产，对社会也是会当有真大的贡献。若是通透过政府的政策，让时代会使搁一摆发挥，渐渐高龄化的台湾就会使有新的可能。记者郭文良随台北报道。咱睇看这新闻大内面吼，也有讲到讲哇。嘛有这65岁时大人，应该唔是讲时大人啦，对，可能是叫做少年人，嘛开始咧服务啊，做这个长照的这个事业。所以长照对真济人来讲应该改变一个观念。咱先对这社会，这卫生局局长来开始讲起他都有讲到这个日本叫这个65岁以上人口超过20%的叫做这个极限啦极限村啦咱嘉义县即马现主时，大部分的情形有偌济村落已经变做极限村。来嘉义县的部分咱即马28%甚至28% 的已经有3个，28%已经有3个乡镇啦，3个乡镇啊，是倒3个乡镇？就是咱今仔日的六卡乡，还有鹿草，还有二德。鹿草甲二德乡，嘿，这3个超过28%。对。这超过28%，甲其他无超过28%，咱在服务的这个态度、服务的这个方针，还是chất量，还是实际这情形，敢要做什么调整？应该讲嘉义县是已经是21点多了啦，哈，所以其实咱已经是超过20%的一个社会啊，所以咱即卖规个服务，咱当然袂当讲因为28%咱特别来做，还是讲因为嘉义县就有一个服务员的问题，所以阮的政策就会去讲，咱是毋是来去即个社区的服务的部分，咱是要安怎互因会当来就医，还是讲互因会当来？就你他讲的，就是讲咱嘉义县吼，对山啦、对海的啦一抓工足远足大的呢哇，安尼咱做会去。所以因为咱要去病院较无方便，咱县政府咱得用车，所以交通就是咱真大的问题。咱要安怎用车来甲因照顾，这就是阮较大的服务的行动派就对啦，对，行动派啦我现在叫社会局长甲卫生局长来坐斗阵咱就知影伫中央叫做卫福部啦，卫生福利部啦这
迄就是因两个管区啦，所以两个绑做活，吼啊，其实头仔问起来吼，因为业务吼有诶顶顶塔做位，大家互相分工，吼，即我来问哦，咱诶局长，社会局局长，对着即个奇涵村也好，还是佮其他诶村落，头仔局长也讲，咱无大数目啦，拢超过20万啦，吼，拢21%、23%、28%诶吼，咱社会局在这个行动方案，还是讲特殊，甲其他诶县市小可无共诶所在在哪里？谢谢主持人哈。是。头拄仔咱主持人都有讲啊，吼，咱嘉义县的老人是全国第一哈，啊，咱六卡已经来到28%啊，嘿，所以县长对咱老人照顾吼，是以社区社区为中心哈，希望讲我们嘉义县357个村里都有老人福利的活动，所以伫这357个村里内底哈，各位可以看到为镜头都要开始的社区关怀据点，好，都是我们那就让你社区生活的日常哈。那我们一起共餐，那有那个老人食堂，有那个长青活力站，那也有社区关怀据点哈。那包括是社造溪、伊势溪，还有文件溪。那这样子布建起来，我们现在已经努力到243个村里，我们都有老人服务了。你讲咱有357个村落，对，啊，即摆已经做到260几个。243。243。对。哇，啊，毋就差不多有68%。68%。啊，其他吼百几个钟头，其实我们都还在努力当中哈。那我们有老人福利的行动车，也有文康车，那带着我们的志工朋友哈，一起到没有活动的据点。咱这请婚人啊，啥个拢志工就对啊。对，因拢是阮的志工哈，那也有我们的理事长，也有村长。咱是志工哦吼。是少年老的啦，少年老的。囡仔人啦。对，那他都会到各个社区，小可红鞋啊，小可红鞋，那请婚人啊，婚人啊先哦。对，到我们没有老人服务的据点去做服务，所以县长很重视，就是说我们的布建率到底多少？那希望咱老时代会当多出来参加活动。啊，咱志工大部分都做什么工课啊？哇，咱志工工课这类咯。如果是在社区为他们必须要量血压，啊，得爱带运动健康促进，还要煮饭、剪菜、洗菜，还要打菜，啊，还有后面还要收拾。那平常还可以电话问安，关怀村里。这好对。对，所以阮希望讲，我嘛要赶紧变老啊，服务了呢。来嘉义县啦。但是听起来是真复杂呢。啊，落来洗衫煮饭，啊，就敢人做新妇咁款。洗菜啦。洗菜。对。我俩最爱洗衫。无，他做人洗，来，舅舅。专业服务的里面，就是居家服务的里面，长照里面居家服务的一环。洗衫嘛有。如果有需要的。我搁听我会记的吼，王章县长因搁做迄个洗身躯的车，行动洗身躯的车，嘛有这种吼，来咱卖贵啊。我们很早就有做那个沐浴车了哈。对于那个让失能的老人，其实伊啊伫眠床顶要洗一个身躯，是非常难得的，平常时拢来溜溜的尔。所以咱嘉义县有最早做沐浴车哈，跟圣母基金会这边来做合作。那沐浴车我们还有干燥车，就是伊的厝内会配会湿淡淡，我们还有加干燥车，等于厝内会配哈，行哦，嘿，清气安尼嘿。阮兜都无通看守啊，恁家有看守的车。对。安尼做甲你讲做甲真焦文哦，敢若这3项都做袂完呢。也做侪项的呢。佫就咱豆仔讲，我要先来请教咱陈医师吼。陈医师，以咱基督教病院吼来讲，咱是无法度行动的吗？还是咱也有行动的服务？这长照2点的基本的精神、基本的精神内面，作者就是爱行动，爱到这个长者的厝里。譬如较早有讲到居家服务，这一个是足重要的，因为老大人伊的情形有的是已经失能到一个程度，但是有的不一定，伊还是可以在家里活动，
但是伊需要人倒洗衫，倒可能煮菜，啊，有当时啊，伊若要去迄个病院看病的时阵，爱有人带伊去，啊，这个都是需要靠居家服务员来到这个长辈的处理啊，来给他做这些服务，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像这个项目，嘉义基督教医院投入从现在是长照2.0，前面10年有长照1.0，在更早之前，在嘉义县政府就开始有这个居家服务的专案，或者老人送餐方案，迄阵阮就开始投入。哦，所以你是两脚的肩背了，对吧啦？不，啊，这伫嘉义县这服务是已经做足久啊。啊，但是你甲咱讲吼，咱这 A、B、C 这三种吼，这三级，恁做到都几级？A、B、C 伊是无共的功能啦。哈，哦，啊，那家己这 A、B、C 是拢总有。哦，咱三项拢有哦。对，因为 A 的重要性是，伊是做这个个管 A 个管，就是讲个案管理师，就是这个咱家己县政府的这个照管中心、长照管理中心呢，经过评估吼，有一个迄个 CMS 的迄个2到8级，那评估这个项目呢，伊会转予这个 A 个管，啊 A 个管就根据这个照管中心伊的评估，以评估的情形呢来规划设计，要怎么，还有到老人的家里去访视，然后给他设计。我先去甲看过。对，爱甲看过。啊，设计合乎这个老人的需要的，因为你这个 B 的项目可以服务的项目很多，不是只有居家服务，还有很多的项目吼，这些拢有写。哦，日间照顾啊，这就是看这个老人的需要来甲设计，啊，这就是 A 个管的功能。哦，所以医师你的意思是讲，每一个在家己的是大人，如果若进入到这照管中心，是每一个人拢一个人咧甲设计，是看伊需要啥物物件。对，迄就是 A 个管。哦，咱其实是有做甲遮幼稚就对啦。但是你安尼一个病院，你爱偌侪人来做这 A、B、C 这三种代志？迄就爱相当，因为阮是安尼20几年做来，是规模很大。但是即摆长照2.0，毋是干那阮伫家己县做哦，是足侪单位吼来申请甲这 A 还是 B 还是哦，毋那恁病院咧做这样尔嘛？对对，哎，这我来问咱卫生局，还是咱问咱社会局吼？除了家己像这种。因这算做较大的病院吼，啊那如果有规其他啊，佫有啥物机构咧从事这种代志，这种功能？大概各大医院拢有啦，哈，啊，佫有一个就是有一些药局啊，还是我们医事机构，咱讲的医事机构。医事机构。嘿，像护理之家啊，啊是一种一些促进协会嘛，拢会使。哦，协会来有一些协会嘛是拢会使。哦，协会人这是社会性的还是医疗性的，拢会使。拢会使，嘿。局长是，啊，佫有其他什么机构？你讲来咱听。公司跟合作社也可以，只要来申请我们长照和特约。哦，公司跟合作社拢会使。对，就是看他 B 跟 C 这边服务的内容会有不一样的单位，啊，有的是重复的单位，哦，所以啦。淡薄有弹性啦吼。对，像咱家己，因为伊的迄个规模较大，所以伊就有法度做 A 嘛，有法度做 B， 啊 B 就是专业服务，所以除了讲居家，伊嘛会当互医疗人员来到厝，啊这就是嘛是 B， 啊甚至 C 的部分，伊嘛拢有做，这就是街头巷弄的部分。啊，那像头拄两位讲的，讲迄个小身躯车是家己这个功能，还是讲有特别的公司来做这，还是咱县政府直属的？是圣母基金会，嘿，是另外一个基金会在做这一件事情。社福基金会就去做这。圣母啊，圣母基金会。圣母基金会。嘿，那嘉基这边是跟圣母两个都从长照1.0开始，就教阮作为一直拍拼到这阵啦。老革命啦，吼，这就是老革命啦，吼。所以咱咪请教吼，陈老师吼，陈老师。咱整个家己县，咱即马所做的这个物件内面吼，他都老师有讲吼，
咱爱注重有弹性，吼，爱有这个公用性，爱有弹性。这个弹性在家，他做这个局长因啊，也有讲到，咱讲互这个观众们来了解讲，这要安怎来做一寡什么叫做有弹性的这个代志。我在想讲，这有较有弹性的这个方面的是，其实咱即马政府不管是对一个县市，我看这拢是一个方向啦。所以我讲，可能有的县市会做较紧，有的县市做较慢。毋过我是感觉咱家己市嘛是有足侪方面嘛是拢有伫进步，嘛是有伫改善啦，嘛是有伫努力的对对啊。因为尤其是咱家己县资源本来就较少嘛，对吼。所以你讲。你可能咱即摆嘛咧推迄个共生社区啊，去推啥？所以一个服务无可能就干那一项，就是一个人咧做，也是讲一个人共做一项工课，啊是讲咱一个公共空间对无吼？干那会用一种服务。我咧想，咱即摆其实咱家己县嘛是做足侪咧改进啦。有诶可能有诶县市会进步较济。我是看新北市可能有一寡做较紧。问题是我想讲，咱家己市迄种个改进会搁较仔细诶所在，应该问两个局长应该搁比我较清楚啦。老师他有先甲我讲过，讲即每一个人吼，尤其咱家己本来人口外劳吼，转来就无多。一个人若互伊干那做一项代志。伊可能薪水也无够，吼，可能爱发零箱，爱怎啊小可偷棒，吼，莫讲伊干那资格甲限制，吼，你会当举一下例，在什么情形之下，一个人，像他老师已经讲过啊，我这个机构内面，我无可能干那起一间厝，还是找一个所在，干那做一项服务嘛，人呢？人其实伊爱当兼做什么代志，还是讲透过志工来做什么代志？像如果我较熟的啦吼，我较熟的可能就是咱的，像讲咱的迄个社区社区照顾据点对无？咱社区照顾据点，咱有迄种迄个照服员对无吼？咱即摆有编制，总共因啊，迄种迄个一个据点服务5天的时，咱是有一个照服员伫遐对无吼？咱即摆可能照服员的是伊的工课，伊就做一项的对无吼？就做这项可能，尤其是咱一个社区据点内底，可能20几岁，有的较少，有的较侪，的是大人，咱需要伊照顾。伊照顾的是伊一个人都要做这个工课啊，对无吼？伊可能嘛爱食饭啊，吼，嘛爱有伊的啥物居家问安呐，吼，嘛是爱伊的身体健康嘛是爱需要照顾，对无？问题是伊即摆是一种功能尔，问题是咱做这是大人，其实伊毋是干那伫遐等要食饭，因为做这时间伊需要是办做侪迄个学习的活动，对无吼？所以伊嘛是爱会晓迄种怎么去办迄种老人的学习活动。我是讲譬如安尼啦，我是讲一个人的功能，尤其是咱庄脚的所在是，迄个人会晓做一项的。无定是咱若像讲，咱一个迄个什么迄个居家护理所有无吼？咱本来是咧做迄种迄个喘息服务，还是咧做迄个在宅服务的迄问题是咱服务的是大人，伊需要是交通。无定遐因为偏僻的所在，就加这个人，那么要转来本来咱庄脚服务的人都足少啊，对无吼？本来就少，伊佫愿意做这个工课，可能伊一个人，伊一个居家护理所，可能就毋敢若原来迄种迄个功能，伊可能要做这个项的，伊就要佫揽做，无定你的 ABC 伊拢爱揽要做伙做，伊毋敢若 ABC 伊无定佫爱做迄个交通的接送。但是佫办活动，佫做主持人的哦。嘿，对，问题是伊做正一项的时，伊就爱，毋是伫咱的制度内底，可能就是毋干那一个法规啊，是一个迄个做侪计划，做侪迄，伊拢爱捌，拢爱识。而且安尼是10项专营咯。嘿，第一，迄个人本来你伫庄脚内底，你若要做这个工课的人，伊都爱做侪资源，伊拢爱知影，做侪。计划爱去甲向申请，拢爱知影。做侪计划限制是啥，伊拢爱知影。问题是就是重点就是，因为咱即摆因为咱有诶计划是分散伫不同诶迄种迄个
机构，而且不同的，就讲不能。有的功能是伫社会局，有的功能是伫卫生局。嘿，嘛无一定嘛，对吧？有的佫是行政单位的对，哦。啊，有的迄种迄是咱健保的给付的代志，对吧？啊嘛有交通局的代志呢。所以我会讲，就是讲，其实伫咱迄种迄个偏乡庄卡咧歹做工课，就是安尼，因为资源，因为咱其实咱政府已经做努力咧，就是有很多个资源，已经很努力了。像头拄局长讲啊，已经很努力的让他68%、68%对吧？ 357个乡镇，260个已经开始做，啊，其他哇个走，啊，车落来去。我们已经很努力了。其实咱遮的经费嘛，无讲像都市的迄种迄个政。我问起来讲，咱600亿吼，一年分11亿。对啊。啊，你讲安有够无？咱也甲中央搁加讨一点嘛吼。对，啊，而且因为咱袂用讲用人数去算啊，对。本来就是咱人数就是少，啊，毋过咱的分散足快啊，对无吼？敢若驶一撮车安尼，就真正是吼，咱即个时间吼。30分钟，咱来开放互咱现场的咱的来宾，吼，咱穿粉红的色，我一定爱先问，咱是啥物志工团体？有啥人会当来发言？来倒一位？恁若无要讲话，我就来找恁咯。来，咱看起来应该是你哦，你坐头前哦，还是你？你莫顾，恁两个要唱吼，来免唱，一人一支。我是感觉讲吼，迄个咱的迄个独居老人吼，迄个送餐。这支先互你用。哦，迄个送餐呐，我感觉吼，阮若要讨的经费拢无够，真的。阮若后要互老伙仔食，结果拢补助30块，结果阮拢爱搁倒塌。哦。因人数无够啊，咱迄个物件，因为即摆拢起价啊。物资拢起价啊！你拢固定讲拢30块，30块，我拢爱倒塌呢。哦，有这种情形。对啊，啊个老人，迄个独居老人，我感觉迄个独居老人有时无，要去互看，啊个有无？恁会当送中昼还是暗时？会独居老人会迄个会餐啦，食饭的啦。啊，毋过这人若想讲，因吼要补助拢无够，啊所以为是哦无愿意去做。哦，变做要家己贴钱啦。系啊。但是我相信这应该唔是家己关挑工的，这是整个中央的社会。咱小等统一来做这个回答，好不好？啊个有第二个意见无？来，头拄仔你麦克摕你手的。来，咱船长哟。啊，船长哦。没有。好，来，你讲。你好，我是迄个湾南村的村长啦。啊，是。啊，阮遐吼老人食堂吼，阮已经做24年啊，嘿，啊已经做足久的啊，啊大家吼出来，大家遮拢是阮穿粉红色的，遮规个拢是湾南村的那个志工。哦。有的人煮饭吼，啊有的人就是。有诶会出来教运动吼，啊像这阮这就是阮迄个土风舞的老师，嘿，这个朱老师，对，嘿，啊嘛有一寡志工，就是因诶伫咧厨房伊的迄个煮饭，吼，煮饭互大家食，嘿，啊有诶志工就是大家会加减斗竞菜啦，吼，啊斗做一寡迄个有诶物件，就是迄个算讲竞菜，吼，啊洗碗、洗鼎，安尼。啊，敢有爱办活动，还是讲教大家跳土风舞？有啊，嘛是有教土风舞，啊嘛有办活动，嘿，啊也有做一些手作方面的，吼，啊即马就是嘛是像阮这志工讲的，就是敢若经费吼，因为即马物资拢起价，啊有一点仔讲，咱真正30块来讲吼，真正做无够用的啦。啊，咱你讲有其他的这中照的服务？除了上餐，吼，啊，若是大人有破病、辛苦病痛的时阵，还是讲咱陪同这个什么，咱的医疗人员来陪同来上药啊，来视访，来看这个案安全，敢有做哦，那个如果这个服务的话，那当然更好。对，啊，个我有感觉讲吼，阮迄个村民吼，算讲有一点啊，迄个算讲文康那个什么。文康活动，文康活动可以带动一些更多安尼气氛较好，气氛更较好，
对。好，谢谢，感谢船长，谢谢感谢船长。哦，这个互你哦，这个下6个我摕掉吼。就来请吼，这个因为他伊讲吼，讲即摆面粉起大价，愈食愈细地。我相信这毋是嘉义县独有的问题啦，这应该是中央拨落来的时阵，就是安尼来，这个结构性是毋是安尼？来，局长。谢谢哈，谢谢我们湾南村的建议哈嘿。那刚刚应该是提到2个问题啦，第一个就是咱鸡缸啦哈嘿。那第二个是我们的老人食堂跟社区关怀据点的用餐的问题哈。那合并着刚刚陈老师提到的部分哈，其实伫嘉义县志工是我们长照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因为刚刚老师提到的是一礼拜办5天10个时段，到一个专业能力，到请人啦。啊，其他办2个或是其他的，我们都是用志工来跟我们协助哈。那嘉义县的志工，如果是在祥和志工队的话，那你给我8几队呀，那有5000多人。那在这边哈，代表县政府感谢我们所有的志工朋友，真的是非常感谢。哦，真正无简单的。万能科技工呢吼，什么都会，都是万能的，没有零薪资的。啊，跳拖舞吼，对，啊，搁爱煮菜去捡菜，啊，搁爱人照顾，搁爱人安慰。还在写计划，还要核销，对，还要写计划，所以真的是非常的有心。是辛苦，但是因为有心，那我们常常在一起，看到就快乐哈，都觉得说这样的付出，所以先感谢我们所有的志工哈，因为只有10个时段嘛，一礼拜5天才有一个专业能力。那技工跟这个专业能力不一样的是，第一个是没有薪水，第二个是一样的是什么都会。也要什么都会哈，所以这多谢。那另外就是讲食饭的问题哈，刚刚提到的话，应该是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长照的社区关怀据点的补助款，好，那个可能从你2个时段，一个时段30几万到130几万，因为你一礼拜这不一样的时段有不一样的补助经费，啊，它的经费有让你会不一样来运用的方式哈。那第2个可能是老人食堂，老人食堂的不是长照的部分，是县长他认为说，咱拢伫庄脚，啊，伫庄脚咱来当做伙食饭的话，原来食饭，原来谈啥，原来讲话，原来精彩，会比较。有伴，较烧脑啦，嘿嘛，咱食会落，所以迄是咱家己办的老人食堂哈。所以老人食堂，咱一顿是补助30块的原因是希望透过这个食堂，一个砖头有一个食堂，它可以结合所有的社会资源，还是讲你家己种菜啦，有啥物可以啥物来，有钱出钱，有钱有力出力，咱做回来照顾咱这个砖头，所以它的目的是不一样的，那是有别于长照的部分。那我们迄是咱县政府特别拨30块。不是，特别就是说这回家有触笔这样的专案。别的县市不一定有咯。别的县市应该是用其他的名称呐。那透过老人食堂，我们会培养咱技工的能力了后，他就可以办长照社区关怀据点。但是拜托，这局长，啊，因就讲我即摆现不现，我就30块都无够压呢。这唔知要安怎？你应该爱县长来看这节目，想办法看有当。但是我他想到一个办法啦。他到老师就有讲，你其他的这长照唔那是县政府的责任尔嘛？哦，这应该要有民间企业，哦，甚至还佫有少年人爱入来吼。我来请老师来讲这段吼，就是讲企业应该爱提什么精神，还是什么道理？咱讲好听，企业爱来参与这种代志。老师。其实因为我伫迄种咱嘉义县迄种中部乡石人村顶寮啊遐社区，我嘛是甲因合作因嘛是合作7档啊。迄个社区嘛是共款，甲咱即搭只6脚，只是伊是伫山顶啦，咱这是6脚较庄脚只。啊，其实6脚只嘛是阮阿公因兜，我嘛是遮的孙啊。哦，咱遮在地嘿，我伫鱼寮安尼嘿啊。伊伫山顶遐去嘛共款，遐共款嘛是无交通车嘛是无许，毋过我嘛是争取着甲社区讲一个观念，因为我感觉社区因为咱较庄脚的所在嘛共款，我来讲吼，家己的士大人爱家己照顾。总讲咱若家己无迄种无迄种观念，咱家己的囝儿孙仔拢无想着讲要来照顾咱家己士大人的时，咱哪有讲会用
要求讲咱的政府啊是咱其他的人、外口的人要来照阮的时大人，对无？我讲咱若家己咱的建议虽然拢无迄个列领倒来时，因为我甲因讲政府补助的钱较安怎嘛是有限，因为咱的政府的钱看到就拢遮尔嘛，对无吼？啊，咱真侪时大拢爱照顾，对无？啊，愈来愈侪时大人啊，对无吼？啊，所以我讲。咱较软，咱家己嘛是爱努力啦。啊，像我感觉湾南社区就袂歹，因就家己有志工队，像我熟悉，熟悉因迄银美，迄老师嘛会共款，伊嘛是为少年已经做到80几岁对无？拢伫遐咧奉献，所以我感觉像伊咱就对嘛对无吼？家己有志工队，家己诶社区诶迄种迄个咱的妈妈啊，志工妈妈吼，还是爸爸吼，都会出来甲斗相共，这是第一，社区要家己起来。啊，像讲头拄讲钱无够的问题对无吼？我伫迄种迄个婚姻观的水拿交情遐，啊，遐有一个迄个交情国中遐，因有一个迄个同学会，因为就是因遐同学会就是迄种迄个为交情国中毕业的，啊，拢出去外口，像讲伫迄种迄个台积电啊，伫迄种迄个什么去外口拍拼奋斗，外口拍拼啊，拢有钱的啦，拢其实咱嘉义县真正嘛，咱内口嘛做侪咱的事实，是毋是？真出高人呢。出内口是毋是拢有出团，咱根本拢嘛有一寡趁钱对无？啊，在我的观念就是，你无用他倒来照顾咱的时大人，啊，无你用摕钱倒来卖。我讲恁捐一寡钱倒来对无？我讲咱照顾时大人的代志，就讲啊，嘛毋是干咱政府的代志啊，咱家己囡仔嘛是爱迄个，啊，咱无时间，啊，咱用拨一寡钱倒来，啊，所以人因迄个同学会，人因嘛是倒来伫遐咧办老人食堂。啊，我捌的迄个人，伊是伫高雄迄个。王永庆迄叫做啥？王永庆迄个，大叔，伊伫高雄大叔哩，伊每一礼拜拢倒来伫伊迄个交情遐咧看因遐个老人诶，啊，伊的另外同学是住伫交情，啊，所以就负责照顾因的据点的时大人，所以人因是迄个因的下一代的时势吼，啊，做伙合作，做伙大家斗相共。安尼较有够，啊无较软，咱的物价较软嘛对袂着迄种，咱的迄个政府补助的钱嘛较软嘛对袂着对无？迄钱四卡人两卡尔。对啊。吼，国家做了无够强吼。爱大家互相啦，啊，咱迄种迄个，咱的企业对无？咱企业赚真侪钱啦，对无吼？你5万企业吼，啊，咱家己六家乡的主地，家己的主地。吼，咱嘛会当来斗阵想办法，因为咱家己嘛会老呢。来，我来，互你讲。有迄个招咱协会咧欠卵啦，啊伊嘛总共赞助卵，所以阮遮的老人吼，拢袂去讲无卵通啊食。哦，鸡卵大富翁啦。赞助啊，啊，阮就是有，啊，阮若像阮有做是有菜，哦，有迄地瓜叶，我就去慢瓜地瓜叶去互遐老人食，啊，无你安尼一定无够的啦。哦，是。好，谢谢。所以啊，众志成城啦吼。但是呢，就要来请教吼，陈医师吼，咱这个服务这 A、B、C 3点吼，你敢有讲顺着老师他所讲的，你有去回想咱咧做服务的过程当中，咱一般的民众，包括少年人，应该咱来体验讲，时代无共款啊，咱意识上爱提升。尤其他老师也讲，咱的时大人吼。过去迄个年代的观念，有诶爱改，所以咱再回头来请老师来讲。啊，咱应该爱来改进什么物件，或者是开通什么意识，互大家来做这个中交的时阵吼，互相会当来和谐进步安尼。啊，的确，这个如何互这个少年的愿意继续起来做这服务是真重要。那依照阮伫家己的看到的吼，阮的居家服务员居服务员50岁以上占2/3。2/3哦。对，啊60岁以上的吼是15%，吼，啊相对回过头来30岁以下的吼，伫这200个内面吼，敢若15个人，啊所以就会使看出今卖的情形是。这个服务很多的主力还是在于中老年，对服务老人，
哦，啊，年轻的好像还接不上来。哦，所以这一个问题，这一个可能也不是只有在咱家己关。啊，这我顶回拄伫迄个，我伫咱一个科技大学，我做因的校务顾问吼，啊，校务发展顾问，啊，在讨论的时阵，因学校的这个长照系吼，要停招啊，啊，咱都明明要欠，你看，啊，招无学生，招无学生，啊，做讨论这原因定得真济，有的是讲，即摆少年的想法较无共，在做这个居家服务。爱劳动的。劳动毋是个人啊，有诶爱做啊，做幼稚的做幼稚啊，各式各样的挑战吼，有那无简单啦，啊，这少年，咱做少年。昨仔新闻大路讲啊，你敢若要这个外来这个移工要来甲咱斗相共吼，全世界也咧抢咧。对，这是一个问题啊，定着希望中央政府外劳的部分会使搁较放松一点。放宽些。嘿。啊，但是未来放松，人家也不一定要来。人是来抢啊，人无一定要来咱台湾嘛。对啊，所以如何在这个长照的这个人力资源，这是真重要。爱补充。对啊，少年的应该是一个重要。啊，定迄刚在讨论的阵，有人提到吼，咱这社会观念，敢是有一个爱注意的。讲有的嘛是做甲足辛苦，像台积电你嘛足辛苦，大家嘛要入去，因为好名声。但是这个感觉有公营啦。对，做这居家服务的在服务员呢，第一，伊在服务的可能迄个家庭，包括老师大人，无一定会了解，因嘛是一款专业的人。所以职业的尊严爱甲提升。对，啊，这爱咱规个社会起来，包括政府，包括咱的社会，拢来感谢因，来认同。这是一个光荣的，值得我们因为这是咧救咱台湾未来的命的一个上重要的代志呢。啊，为什么我们到现在我们把他们当作可能下人，以至于他们不认为下人不认为这个是他们的未来的可以发展的事业的路。因为像咱在场的就要志工，吼，咱嘛是足公营的啊。做到这嘛讲啊，这长照员嘛是做同款的代志啊，哦，嘛有职业的尊严嘛，哦，应该互大家来提升这样理解，哦，是不是这个意思？吼，是，我先说去补充，较多咱第一个志工大姐在讲的，较多局长有解释，可能有些是迄个共餐，啊，在长照其中有一块在 B 的部分是独居老人的送餐。啊，这块我会了解，伫阮病院内面的这个相关人员，有在反映，我们现在这个长照的这个中央的迄个给的经费吼，的确有点偏低，较少。啊，这问题唔是干啊，所以不是共餐的部分，是在讲你讲的是这个独居老人，因为要送餐是甲便当。由志工送去，吼，这个无法度家己处理的，这个逐工爱送哦，啊，这个送餐是很重要。我还记得在早年阮咧做的时阵吼，阮相关的同仁有甲阮讲吼，有当时老人出代志啊，跋倒爬袂起来，是好佳哉。送餐的志工拄好送去啊，看啊，对安尼较紧帮助他赶快找救护车来。哦，所以这个工作也不是只有这类干那送，但是送餐对他老实讲很重要。啊，第一个当然是这个物件拢起价啊，如何费用啊，这个可能不是我们嘉义县的这个问题，而是这是全台湾，这个所以也值得呼吁。另外一个，我们通常也那个志工非常辛苦，开这欧多拜按本东上恩刀，通常都会给他一点奖励补贴。啊，这个补贴目前的预算哦，我那真少，所以目前这个部分，这个志工大姐讲的确，这个是在目前的 B 的这个长照2.0 B 的项目里面，有一个特别要注意，是，这个中央讲吼。啊，时间有限哦，其实咱还佫一个话题啊，头段吼，咱卫生局长也甲咱讲其实吼，迄失智的情形嘛真严重呢吼。
局长，你甲咱讲一下，目前恁即摆咧处理的，譬如讲永贤呐，还是讲其他的村落，即摆这情形是啥物？嘿，咱讲遐是极限村呐，吼，好所以阮特别吼嘛来做迄个筛检。咱而且咱毋是讲加靠卫生局、各管政府，咱嘛靠咱社区的力量，咱去迄永贤村附近的即5庄，咱甲长庚科技大学，啊，搁有咱长庚医院的共照中心，咱做伙来做即块的筛检。所以咱旧年咱来做424个，发现真正是有58个人，有可能有失智，已经被诊断是确诊就要1/8啦，吼。对啊，毋过咱即马发现若要安怎，咱袂当甲发现就甲藏的，所以咱一部分咱就甲长庚共照中心，咱就来去永贤村的活动中心，咱即马就来设一个失智据点。所以咱目前已经有15个人，已经来遮咧参加咱这个据点，咱要甲伊互伊延缓伊的失能吼，甲伊的迄个失智的部分。那今年咱嘛特别过来绿卡，绿草，咱旧年是做绿卡，咱今年来做绿草吼。咱就希望讲嘉义县，这就是咱交人做无共款的所在。嘿，咱这上老的，咱是村乡镇甲村落，咱就来甲做。对，甚至讲，阮毋是像永贤村遮，咱除了讲失智以外，阮卫生所每一礼拜，阮拢有去巡回医疗。就是甲咱的医生、甲护士、甲有咱的药师，咱甲来到咱的枕头，所以其实咱的民众的健康毋免去到大病院，咱就直接来到遮。行动派就对甚至含做喙齿的拢有来，做喙齿的直接甲车，阮有扣牙车，咱就甲驶来遐，吼，就会当来倒假喙齿，因为咱王县长伊就是推了啥，咱65岁以上的民众会当来做假喙齿，所以咱就甲车塞来。开来遮，所以民众要看病、要做假喙齿，拢毋免出去。阮阁有一个行动医疗车，3+1的，这就是会当照电工、照骨密，甚至做一些子宫颈膜片啊、乳塞啊。哇，比都市人更较好呢。所以咱拢送来咱到都市就爱去排队看门诊啊，等规工。咱去遮拢毋免，咱拢会甲送来到枕头，甚至嘛有来发想起来，我应该来移民来永贤村呢。对。每一个乡镇，阮拢安尼做。是，但是因为时间有限吼，我小咱互局长来讲啊。但是我先开放互咱，头仔郑秀明讲啊，咱杜小平吼，啊，佫有关注咱在场的，咱志刚也好啊，有要来发声，要来提问的，毋通客气，应该是你，是毋是？来，请。主持人吼，局长啊，2个局长吼，真啊真欢喜。咱报一个姓名者。咱报一个姓名。我是咱讲六卡乡上北边的润良社区。咱六卡上破声吹。是。其实吼，政府做这长照这相当用心咯啦。其实我是今仔讲要医疗方面也好，是照顾部分也好，其实都很 OK。我即摆今仔是分享讲，是毋是能鼓励愈侪人来做这照顾人这工课？因为一个人一世人。最后就是拢会转去嘛，但是这中间就是你要对自我负责。我个本身就是安尼啊，我嘛是勿忘丛林的那个小朋友啦。因为爸爸妈妈拢无伫了，姑姑嘛无伫咧，无讲高中者，咱嘛来关心者吼，85啊，咱关心者。去教伊讲，伊讲要来创啥呢？讲要老人食堂呢，我陪你来。伊看到哇，去了这款老师咧干这物件，中昼阁有物件互阮食，我这我会下咧。我这话下咧，所以我讲，因为我工课上的问题，就是讲我慢慢来接受这照顾时代这个工课。但是这时代工课其实咱大家共同，经营的部分是上主要咱个政府基金就有限，就咱靠咱家在地，家己爱顾家己，咱甲做时段顾好，连讲咱时段款的经营时咱拢会留，咱会知影这经营时咱家己讲咱爱注意啥问题甚至讲因来顾因了，咱甲这制度做好了是完整，咱后壁咱嘛留，少年来甲咱顾，相当就这要一段时间，来参与的中间费用真好算，我足鼓励讲一寡人，趣味吼，一寡人来参与，我做这机会大真的，唔免惊讲袂遐马紧，什么都没关系，你来参与，来入来了时看时大人今仔看到你笑眯眯，你嘛最欢喜的，今仔看食烧饭，咱嘛最欢喜的，是安那？咱有时看咧，就啊独居的他们讲真的很辛苦，因为小朋友拢爱出国这样课程啊，真无法度。
咱搁只咱靠咱家己，咱个帮伊照顾。其实咱因照顾，我讲甲时段过年出来，因若出来了，因若身体好，吼，自然伊今日是先做因的工课。伊就袂烦恼。对，所以咱老的爱顾家己个老的。这小的就是安尼，咱相信在座拢会相管，以后大家在做老的顾老的。吼，希望讲啊，甲咱家己吼身体顾好，啊，鼓励一寡来讲来参与，啊，若相当袂晓的部，应该若入来了，只要你看，你若看到迄阿送欢喜，相信就做欢喜啦。谢谢。好，感谢。咱这了还佫有人要来发言无？把握机会哦，有无？你讲我来，老师。你教这个土王母嘛，吼，你甲咱讲，你教出来这个新变，感觉咱这社区的人安怎？还是讲你鼓励其他的人来参与？你讲来听。我觉得说哈，我敢鼓励，因为咱作者在妈妈，我对象是妈妈土风舞哈，因是为完全袂晓，完全都同手同脚，拄头教因的是同手同脚，嘿，音乐听不懂。但是在他们很耐心的学习下，哈，因拢会进步。这我拢鼓励因讲，要活就要动。所以自我要觉醒啦。对呀，所以我觉得看他们成长，我自己也是很感觉中欢喜的讲，互因安尼为袂晓改晓安尼，甚至可以当互因表演。所以啊，我刚刚参加表演，这是老师。咱家一个上一个所长啦，吼。对，谢谢老师。我嘛是为袂晓开始的嘛，吼。对呀，我让老师姐江香姐，谢谢，来加坐，谢谢。因为上尾吼3分钟，我要请现场的咱的专家，咱的局长吼，一人差不多1分1半吼，咱1分钟，咱先和局长来讲吼，其他的来局长。谢谢哈。那个我们公司有这个节目吼，咱会当谈起大家探讨咱家己关照顾老时代做法哈。那谈家足感谢的讲，咱家己关所有社区，不管是公所还是社区，还是咱所有职工，拢会当发心来照顾老时代，正是家己的老人爱家己照顾吼。那政府甲所有的团体会一起努力，我们公司协力做好老人照顾的议题。谢谢。社会局来卫生局。卫生局就是爱顾健康的嘛吼，所以吼，其实咱即马在社区，咱设足侪延缓失能的课程，也是讲咱社区有办活动的时阵，不管是卫生局还是县政府每一个单位来办的，希望大家拢会当出来参与，因为你有参与，较袂。伊较袂去厝，嘛袂郁准，嘛较会当有活动，然后延缓失能，然后照顾咱家己的健康，嘛要呼吁咱的民众一定爱定期来做检查，为呢咱今年的医疗车拢换新的啊，咱来到咱的社区的时阵，咱就一定爱来做，吼，这先进的物件，甚至咱有全国首创的真济的服务，咱一定爱出来顾，那顾家己，咱嘛爱来运动，较袂社区参与，咱的长照服务，安尼。做落以后，咱毋是讲家要互咱家食老有会当好好来去遮活伫家己关啊，咱要搁爱健康，搁爱快乐的活伫家己关。那是敢若看病啊，尔啦。对。来，咱一六。咱政府真好的自长照1.0到长照2.0，为60亿，50亿变做现在600多亿。当然600多亿也不是突然在服务，这几年，包括像伫嘉义县。地方政府在各种资源、服务资源的鼓励然后逐渐成长然后磨合，这个会在已经过完一半的这个长照2.0会继续往前，但是在未来会碰到什么问题？因为我们不止高龄化，我们同时也少子化。未来的这些，包括在我们就从经济上的这个裁员的这个部分，我看了我们行政院刚核定的这一个叫因应超高龄社会的这个政策方案，这一块也是有在注意，但是未来这个经费是不是用目前的裁员是足够的？所以未来除了这个去寻找裁员，另外有没有可能是长照保险，这个是另外一个替代，也要一起想。是，来老师，来讲。
因为我是伫大学咧教书嘛吼，所以我较重视的就是迄个人才的培育对对吼。我感觉高龄的社会，毋是干那士大人的问题，嘛毋是讲干那迄种中年人的问题，嘛毋是干那少年人的问题，其实是爱不同的时代拢爱互相合作安尼啦吼。啊，你讲你要叫少年的人转来咱的庄脚遮服务，我感觉是在我足一年的经验，要拐囡仔转来庄脚实在是无容易。较怪哦。对，啊，我感觉是问题是我感觉。虽然无容易，毋过咱的政府其实咱即个农委会、伫迄个教育部，也是足侪部会拢有机会吼，囡仔会转来，老师带团的迄个机会之下吼，也能转来咱社区来服务咱的士大人。所以讲，咱的父母嘛是爱鼓励咱囡仔吼，伫暑假的时候是会参加即种的活动，转来行行看看吼。无咱的咱的囡仔吼，自细汉伊就去伫迄种迄。都会市吼，伊就拢对咱的对咱的迄个故乡拢无熟，咱的士大人嘛拢无迄个亲切感，所以咱爱有机会吼，咱的囡仔有机会转来咱的庄脚，系对，这是第二下。我感觉头拄我讲迄个服务员的问题，我感觉大哥讲了对，就是迄种迄个50-60岁、40-50岁的人，啊，即摆有吼，伊伫迄个头路有诶，可能即摆为着要照顾咱的士大人，也是有机会转来已经趁足侪钱啊，要转来咱的庄脚吼，要迄个是用鼓励因来做迄个服务员，尤其是即个工课，咱在地的人，尤其是咱中年的人吼。较知影安怎照顾士大人，嘛较了解士大人的痛苦。啊，你讲这要叫囡仔来做，真正是做袂久长。所以咱有这是计划要鼓励小孩转来。嘿，对，我是感觉第二个。啊，搁来彭美丽就是咱的士大人。我感觉咱虽然是讲咱嘉义县虽然讲迄种老人的比例吼较悬，毋过我袂感觉讲吼老人的比例较悬，就表示讲咱搁又老又穷。我讲毋是安尼。无影咧，我看咱即人志工有影有够有活力的啦吼。我感觉咱庄脚咱偏乡的士大人，韧性拢足悬的。有无？咱的士大人甲8到10岁，还搁伫远的咧做工课。咱的大哥大姐，还搁伫社区咧服务对无吼？咱的云美大姐80岁，做甲伊轻微失智嘛，是还搁伫咧服务咱的士大人。是。所以讲，咱的士大人毋是去互照顾，咱的士大人伊嘛是伊有能力来贡献咱的社会。总讲每一个世代拢有这样的迄种观念的时候，咱只讲老人的比例吼较悬嘛，免讲感觉做悲哀的啦。我感觉这是整个老师基本上是乐观的啦。哎，对，我基本上是像你坐你边啊，这院长伊70岁啊，嘛是还搁咧继续咧服务嘛哦。系啊。好，感谢。今仔日啊，真荣幸会当来到遮，家己啊，甲咱志工朋友，甲2位局长、甲院长、甲咱老师来共同来参与，所以哦，我学习了真济。当照毋那是照顾别人，其实嘛是照顾家己，增长家己的能力。哦，今日真欢喜，感谢来台湾新安界，感谢。